經文係我哋所熟悉嘅，可能我哋信主以嚟，每年起碼都讀一次啦，可能唔止一次添。喺我哋讀嘅時候，有冇諗過喺當時嘅時候，在場嘅人都唔知點解耶穌死？有啲人覺得佢就係一個衰人，佢抵死；有啲人為咗政治嘅原因，寧願佢死，可以放出巴拉巴；有啲係佢個門徒，佢個親人，佢哋覺得主唔應該死。好似以賽亞書入邊講到，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有啲人以為佢係被神懲罰嘅，但係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原來聖經話俾我哋聽，主耶穌係為我哋死，佢係擔當我哋所有人嘅罪孽，因為罪嘅後果應該係死。於是佢就默默嘅為我哋喺十字架上犧牲。愛嘅犧牲，佢死係因為佢愛我哋，佢要拯救我哋。羅馬書5章6至8節咁樣講，佢話：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日的日期為罪人死，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愛的犧牲，呢個世界有好多係我哋愛嘅人，我哋會唔會為佢犧牲呢？如果我哋睇到有啲人為咗親人去犧牲，我哋會好感動，我哋覺得哇，呢個人真係偉大啊！可能好多年前啊，係三藩市大地震嘅時候，跟住有個天橋塌落嚟，搭喺下邊嘅天橋上邊，好多車都因為咁樣被搭到扁晒。聽聞咧就當中挖出有一個嘅母親，佢係攬住自己嘅 BB 嘅，佢自己死咗，但係咧佢個 BB 係生存。哇！我哋覺得如果有咁嘅媽咪，真係偉大啦。當中可能好多媽咪都話：我都願意為我嘅 BB 死嘅喎，真係要嘅話。但如果唔係淨係為自己親人咧，為其他人咧羅馬書呢度話為義人或者人人，義人即係 righteous， 即係冇做過錯事嘅人；人人就係 good， 就係好好人。咁可能咧即係唔係自己嘅親屬，但係因為其他人，我哋都願意去死嘅喎。如果你去網上去搜一搜啦，好快就揾到某一啲咁嘅例子。有啲係我哋熟悉嘅，比如講2003年沙士嘅時候，如果你喺多倫多你發覺哇！沙士由香港嚟到呢度呢度都好多嘅地方有沙士，特別喺士嘉堡嗰邊係咪？咁然之後香港特別更加係重災區啦。當然啦而家我哋經歷過 Covid 之後，就覺得沙士係小兒科。不過當年咧，如果你仲記得沙士真係唔係小兒科，係好大件事。好多呢啲新嘅病情出嚟，其實當時都未有咁快有醫療嘅方法，冇一樣。有咁嘅病人點算咧？要隔離去醫治，當中有唔少嘅醫療人員可能都覺得話要去幫佢哋都好多恐懼，係咪？因為有乜嘢我傳染咗㗎。咁但係咧有好幾位嘅醫療人員都願意自願去嘅噃。其中有一位可能大家都聽過，都好熟悉嘅一位基督徒嘅女醫生，就叫做謝婉文醫生。佢咧係願意自願嘅加入搶救沙士病人嘅行列。但係不幸咧，佢就係因為咁樣染病而殉職。喺殉職之後咧，追授於英勇勳章最高嘅榮譽，其實喺
逝世之後咧都被譽為香港的女兒都有電影啊等等去稱讚佢，因為點解？如果有人願意犧牲自己為其他人死，佢本來唔需要嘅，但係佢自願去嘅，呢個一個好偉大嘅人嚟嘅，係咪？所以咧，我哋覺得呢個人真係偉大，真係好。仲有另外可能我哋都有聽過嘅，唔知大家有冇睇過一部片咧？好耐之前㗎啦，1981年嘅叫做《Chariots of Fire》，烈火戰車。烈火戰車咧就係講到當時奧運會英國隊有一個猶太人，有一個係基督徒，佢哋都係分別唔願意喺即係聖日啦星期日去賽跑嘅，咁但係之後佢哋都攞到金牌喎嚇。咁其中一個基督徒咧，呢個基督徒佢個名叫做 Eric Liddell 佢自己有中文名喎，叫做李愛銳咁點解佢有中文名嘅？因為原來咧佢個父親係一個嚟中國宣教嘅宣教士嚟嘅。佢喺中國天津出世嘅，但係6歲之後咧就同佢哥哥返到英國喺呢一個1924年嘅奧林匹克運動會入邊咧，係先後攞咗呢一個400米同埋200米嘅400米嘅金牌同埋200米跑嘅銅牌。咁呢個 Chariots of Fire 呢個電影即係攞到牌咧，咁就完㗎啦。但係咧對於李愛銳嚟講，呢個故事未完嘅。原來咧佢攞咗呢啲牌之後咧，佢就放棄咗做運動員嘅呢個事業，佢就跟隨咗佢嘅爸爸同埋佢嘅哥哥一樣咧，就返到嚟中國做宣教士。所以完咗之後，佢1925年就返到出生嘅天津，然之後咧都喺華北嗰邊做宣教。因為佢自己係運動員，所以佢宣教事工好多時候咧都係教啲小朋友去有體育嘅運動啦，以至去傳福音啦咁。然之後1943年嘅時候，嗰陣時咧就係第2次世界大戰啦，日本軍咧就將當地好多人都拉到去坐呢一個集中營。咁咧呢個李愛銳宣教士都係關喺山東嘅一個集中營入邊。喺集中營入邊咧，佢樂觀嘅態度，堅持去傳福音，又為嗰啲日軍去祈禱。佢入邊又寫一啲化學嘅小冊子，同埋咧教集中營入邊嘅兒童幫佢哋做身體鍛鍊咁好樂觀嘅。曾經咧日本方面因為英國、美國提出集中營入邊嘅僑民咧要交換戰俘咁因為佢係英國人，所以咧係可以被交換返去自己英國嘅。但係咧佢寧願將呢個逃生嘅機會俾咗其他嘅人，佢話俾人哋有機會返去，佢自己咧留喺呢個集中營入邊。最後1945年嘅時候，因為過勞同埋營養不良呢個李愛銳宣教士就喺集中營入邊因腦腫瘤就逝世死亡。咁佢死咗之後喺英國同埋咧喺中國咧都有一啲紀念活動嘅喎所以佢喺死嘅地方係一個好細嘅地方，係叫做濰坊市咁喺嗰度咧係曾經係2005年有呢個濰坊集中營解放60週年嘅活動入邊，其中一個咧就係向佢去獻花環。咁即係一啲未信主嘅人都覺得呢個人好偉大，因為咧佢為咗我哋中國人喺呢度死喺日本集中營入邊。唔單止咁樣仲有咧最近都好可惜即係成日都會聽到一啲係校園有槍擊案呢啲咁曾經喺2007年咧有一次喺美國嘅呢個維珍尼亞 Virginia 嘅州入邊有一次有個韓國裔嘅呢一個學生咧就持槍入去大學佢就要去槍殺打死人。咁然之後佢要去到一個教室嘅時候咧入唔到去。點解咧？因為入邊嘅人知道出邊有槍手咁咧喺呢個教室入邊嘅一個以色列嘅教授佢自己係羅馬尼亞籍嘅以色列人呢一位咧叫做
Dr. Livio Librusco 羅馬尼亞名佢咧喺嗰陣時已經係70幾歲嘅，但係咧佢聽到呢個聲音咧，於是乎佢就去到門口，佢就自己頂住個門，唔俾嗰個人入嚟。然之後咧，佢叫啲學生：你哋咧跳窗出嚟啦！咁於是乎啲學生就破窗就跳落去咁，但係咧喺出邊呢一個槍手咧，等唔切嘅時候又撞唔到門，於是喺出邊就向入邊開槍。咁幾粒子彈打到呢個教授，咁佢衝到入去不過因為呢個教授因為用自己嘅身體去擋住個槍手嘅時候咧，課室入邊幾十個同學咧，除咗一位之外，其他嘅都可以逃生不過好可惜，呢個教授佢自己就走唔甩因為咁樣咧就俾呢個槍手擊殺佢死咗之後係全世界都震驚啦。當然咁羅馬尼亞因為佢羅馬尼亞籍嘅，所以羅馬尼亞嘅總統追封佢為羅馬尼亞之星嘅呢個勳章，因為佢為別人捐軀而甚至係韓國嘅《東亞日報》都用上一個主題叫做殺生成人就係啱啱講嘅人人嘅人。咁當然都有好多其他嘅例子啦。不過以上例子入邊講嘅都係一啲願意為其他人死嘅佢哋可能覺得嗰啲係無辜嘅人，嗰啲係好人佢哋唔應該死嘅。於是乎做醫生嘅、做宣教士嘅、做老師嘅，我應該係為佢哋而死，因為呢啲人我哋都覺得佢哋真係好偉大，愛嘅犧牲。不過嚟到主耶穌呢度，我哋又覺得，咦，其實係咪其他人為人死同主為人死有啲唔同嘅？有唔同嘅，起碼有兩個層面。第一層面就係其他都係一個普通嘅人為咗另外一個人死，但係主耶穌佢唔係淨係人，佢係上帝。上帝願意降生為咗世人去死，呢個同普通嘅一個人為咗另外一個人死又好唔同嘅，係咪佢嘅身份係高貴嘅，但係佢願意降卑為我哋死，根本我哋對佢嚟講，我哋只不過係被造物可有可無嘅啫嘛。如果係另外一個上帝嘅話，佢點解要為我哋死呢？你死咗咪再做過啲新嘅咯但係唔係，我哋嘅主耶穌佢願意降卑。佢雖然係上帝，但係佢願意為我哋死。呢個同普通人為我哋死唔同。另外一個唔同嘅就係聖經咁樣講，為義人死就或者有嘅為人死，亦都可能有人咁做。但係主耶穌係唯有基督係當我哋仲係做罪人嘅時候為我哋死。咁即係話主係為我哋死嘅。有時我哋好感動，我哋覺得哎呀有主為我哋死真係好感動。但係咪淨係好似嗰啲逃生嘅集中營嘅營友，或者係課室入邊嘅學生，或者係被醫生救回嘅人，哎呀嗰個人真係偉大啦咁。如果我哋係義人，或者係人，或者甚至係無辜嘅人，咁就應該係咁嘅層面。不過請考慮就係我哋又唔係義人我哋都唔係人，我哋都唔可以話係無辜嘅。反而聖經話俾我哋聽，我哋每一個都係罪人。其實我哋死係罪有應得嘅，同其他嗰啲人唔同如果話抵死，我哋就係抵死㗎喇，應該為我哋嘅罪付上代價。不過竟然我哋嘅上帝佢願意為我哋去死，佢唔係為一個義人、一個人、一個無辜嘅人死，佢係為有罪嘅、敵對佢嘅、咒罵佢嘅、背叛佢嘅人去死。我哋以下用大概5分鐘嘅時間，可以默想一下。司琴彈一啲音樂嘅時候，我哋去默想喺神面前，
我哋必須要再一次嘅去認罪悔改，因為我哋唔係無辜嘅人，我哋唔係義人，唔係人人。耶穌基督本應唔單止唔需要為我哋死，根本我哋就係抵死嘅。求主赦免我哋嘅罪。是的，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嘅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我哋嘅罪人，本應我哋就抵死嘅，我哋唔配被拯救，但係耶穌基督都咁樣嘅去救我哋，顯示出佢嘅大愛。頭先咪講嘅，如果我哋上網上搜下，有啲咩人為其他人死啊，咁即係有好多嘢出嚟。我又搜下有啲咩人呢係為啲抵死嘅人去死嘅呢？咁啊比較難啲喎，就咁 Google 都唔得。咁你知而家呢仲有 AI 係咪？咁我 ChatGPT 試下先，有冇咩人要寫得好死？有咩人係為咗啲壞人死嘅？有啲有啊，但係呢嗰啲都係壞人嚟嘅。啊，聽講啊，嗰啲納粹兵啊為咗希特拉死咁，呢個唔係同樣嘅嘢啊嚇。有啲仲有咩咁嘅情況啊？甚至有啲人可能係佢嘅家人犯咗法啊，佢情願代替佢，咁又有啊。但係咧再深入啲，你話 OK 有咩人係為咗嗰啲去殺害你嘅嗰啲敵對你嘅人去死嘅咧？
暫時都即係 AI 都有啲困難揾唔到呢樣嘢嚇，咁有英文嗰啲咧就可以揾到，咁耶穌基督咯咁樣，咁係冇錯啊，咁喺呢個世上，如果係為咗一啲其他無辜嘅人死，如果你係醫生，你係老師啊，你係宣教士，咁佢話就可能我哋嘅職責就係咁樣啦，呢個係我哋責任之一，我哋要保護人哋，為人哋死啊。如果你係因為一啲親人去死，話因為我同佢有關係，咁我咪為佢死咯。但係如果要為一啲應該要死嘅死囚去死，咁呢一種嘅愛真係人間係仲未可以揾得到。喺呢一個受苦節嘅時候，我哋可以默想到我哋自己嘅罪係幾咁嘅恐怖可怕，同時就係因為我哋嘅罪係咁嘅可怕，罪係咁多，又顯出神嘅愛係超乎我哋所可以想像嘅。當我哋話愛嘅犧牲嘅時候，再一次嘅想像，佢唔係為咗一啲無辜嘅人，唔係為咗一啲義人人，佢係為咗我哋呢班罪人而死。神嘅愛超乎一切嘅大愛。我以下將時間交俾 Praise Team 帶我哋唱回應嘅詩歌。